神教下面放很多鞭炮了哦，要放很多鞭炮哦。嘉义埔子配天宫妈祖庙绕境活动，农历3月23号盛大。放很多鞭炮，神教下面放很多鞭炮。神教下面放很多鞭炮，你看，哦，哇，神教扛那么高啊！哦，神教扛很高。哦。跟李演将军，顺风耳将军，顺风8爷的7爷啦，前面8爷，后面的7爷啦，前后。有那个部分，怕冲到别的地方去有部分。